来看云林古溪种千外公顷的柳丁，产量是占全国的3成。也不过第二册开花结籽的时候，因为欠水，今年的收成大约会减少1成。另外，苗栗大湖的草莓最近受到病虫害影响，产量至少会减少3成。这嘛赶紧的防治来避免病毒搁继续传。黄叶叶柳丁挂树头，11月云林古溪开始采收柳丁，不过年初是欠水，影响到开花结果，让今年柳丁减产。有一个细林农民种6分地的柳丁，一年会当收成35000台斤，不过今年减收1万台斤。今年较减收，是咱迄个3、4月啊欠水嘛，开花结果期伊有开花的结果，今年的产量会减足济。年初的时候有比较长时间的干旱嘛，所以它的产量没有那么好，就是量少嘛，所以价格稍微上扬。古溪乡公所表示，古溪种1000多公顷的柳丁，年产量占全国3成，有个减收1成以上。目前产地柳丁批发价达台斤13到15块，比永年搁较好。另外，苗栗大湖草莓最近也受到新型病菌草莓甲斑菌的影响，产量减足济。什么好菌都跑了，也没什么挡不住。那你种植面积多少？多少面积有种？5分地。那结果呢4/5了吧。受到一个天候影响，造成这个草莓大量死亡了，大概有超过3成的一个以上，那就是受损面积大概有120公顷。农民表示，受到感染的草莓要规丛连头做伙扣起来，避免感染网络扩大。那农政单位最近陆续安排会勘，辅导农民用药防治。当地农会就讲，今年大湖地区种草莓差不多400公顷，以及个减收真济，草莓价数会比永年搁较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